来看国内消息咯，连锁的火球场罗肉饭委托处理废油的厂商，伫顶个月封查着讲，甲废油乌白倒去水道啊地下道。这个处理废油的业者已经互羁押咯。检调侦办嘛，佮发现讲，这业者嘛甲有倒的废水乌白倒，趁乌心情5亿4000多万哦。这业者嘛，加车呀，拢使上千万的跑车哦。检方最近佮发动第2波的调查咯。 水肥车内面喷出一寡绿色的不明液体，喷甲规死过臭毛毛。稽查人员到现场时阵，业者态度阁正强硬，无愿意讲老实话，造成当地环境的一个污染。我们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要求，快东工程行必须要进行清理以及改善。随后，他也进行了清理的动作。我们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加以开罚。这间违规的工程行已经被开几落张罚单。检调伫咧调查了发现，业者用一栋3万块。 无够行情计较一半，伫咧清运有毒的塑料废弃物，验过去无牌抢订单，搁交给土资厂，加含重的毒废液设所在乱堵道。一把恐怖年到即马已经赚5亿4000万，这款恶心钱还阁摕去买迈拉伦加保时捷这款好车。经检察官连夜分别就涉案人等进行复讯后，其中1名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，经法院预支10万元交保，其余7名被告则经检察官分别预支。 5万、6万、8万、15万及200万元不等交保。检方前后2面的行动，先伫顶个月初查到业者接受火球场等企业委托处理废油，涉嫌排伫咧水沟化一个下水道，4栋的业者被羁押。火球场的副厂长50万交保，这回乱倒有毒的液体，搁在约旦协力厂商等8个人，专案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罪嫌移送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